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2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几个房企的消息。从去年年初开始，很多专家建议政府把开发商卖不掉的房子收回去，把开发商手上的地收除。没有钱怎么办？那政府发债，这样开发商就有钱了，开发商日子就过得下去了。我在节目里面一直说这个方法。这个很难实行，里面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政府出的价高了，那叫利益输送，就是政府拿什么价格从开发商手上拿地。如果政府从国企手上拿地，那稍微好点；如果民营企业，这中间就有很大的一个风险。你出价高了，那就涉及把大头的钱流到私人口袋；而如果你出价太低，那你又涉嫌收割这些企业。这企业本来就不行了，你还上来拔根毛薅羊毛啊！你看深圳收储房地产项目用地又有新动态。7月28日，就昨天，华发股份发布公告，披露旗下子公司地块将被深圳土地储备中心收回收购的消息。公告显示，其子公司荣华置地收到深圳土地储备中心发来的就是回购函，深圳土地储备中心拟以44.05亿元，这个钱含政府本次收回收购承担的契税，以这个价钱来收购荣华置地持有的前海冰雪世界项目7块商业用地，那就是44个亿，把这个华发股份手上的7块地给它收回去了，这个就如专家所愿，但是下面的公告才是重点，说经综合测算，预计本次交易产生的亏损超过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利润的50%，也就是2024年这个赚的钱一半，这一笔交易就亏掉了。你华发股份把这个地7块地卖给政府44个亿，没少亏，我看了一下，大概是亏15个亿左右。这个相比较而言，这个华发股份还不算最惨的。前几天应该是叫金茂集团吗？还是金茂股份？也是一块地被深圳政府收回，好像比这亏的多得多。咱们节目介绍过，你说政府这先一卖，他挣了多少钱？把地卖给你之后，你开发不了，然后从你身上再买回来，又挣一笔钱。人家这才叫双赢，赢2次。不知道专家面对这种情况又会出什么样的主意？这么卖几次，这个房地产开发商不就关门了吗？就是一笔交易就把他去年1年的利润就干掉一半。这开发商手上土地多着，所以很多开发商最后的结局一定是破产清算，或者叫破产重整。有媒体报道说，最大房企破产重整案获批，创始人股权归零。说的是什么？说的就是重庆的叫什么金科股份。另外还有一家叫协信远创，近年来历经坎坷。2019年资金链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被来自于新加坡的城市发展中国收购了51%的股权，第一大股东之位也拱手让人。然而，协信远创后来表现却为这个外资投资人上了狠狠的一课，90多个亿的投资款在8个月之内全部亏完，最终令该新加坡城市发展集团蒙受成立以来最大亏损，近93亿。2021年7月，协信远创被申请破产，城市发展中国最终以象征式的$1价格黯然退出，成为地产行业最为典型的反面教材。也就是这个大股东是被股权清零，未来这个房企大概率都要走上这条路啊。这个房地产暴雷，这个雷终于还是烧到了央企。搜狐财经转发这个南方都市报、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说华侨城大量员工资金被套，华侨城回应员工资金被套。一央企被曝大量员工资金被套，有人称投8万拿回9000。房企跟投事件再次引发了舆论关注。日前，华侨城集团前员工向南都湾财社记者反映，在企业推行的强制跟投制度下，大量员工资金被卷入地产项目，如今因项目停工，资金未回正，
等原因难以返还，尤其部分被裁员工数额不菲的跟投本金被套牢，即便已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仍要按原规则等待漫长的返还流程。在他看来，这种人走钱流的状况让本就因失业而陷入生活困境的自己更添焦虑。而针对前员工反映的跟投本金无法追回等问题，华侨城方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跟投实质属于投资行为，有盈利也有亏损的情况，无论跟投人员在职或离职，项目盈利时均会按照相关跟投协议及跟投制度予以分红，项目亏损也需共担风险。利用对于员工关切，公司一直高度重视，与相关员工保持紧密、充分、友善的沟通，后续也将持续积极稳妥推进相关工作。你看什么跟投，说白了跟恒大理财差不多，都是把员工的钱拿过去，最后进了房地产项目。那这个房子盖不起来，盖起来卖不掉，这都会导致钱回不来，拿什么钱给你？所以即便你是央企的员工，现在也遇上麻烦了。华侨城是央企，恒大理财没有办法兑付。2021年9月13号，恒大理财的投资者还有恒大的员工，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员工投的，员工投的钱，员工拉着七大姑八大姨，还有自己的朋友，还有小区的邻居投的钱回不来，那怎么办？所以一下就爆雷了。房地产再低迷下去，这个火迟早是要烧到央企身上，也就是央企房地产开发商也是难逃此劫啊。同样还是这个南都湾财社报道，他说柯立明再度出手接盘王健林万达系资产，继44亿元拿下万达电影实控权后，柯立明再度出手接盘王健林的万达系资产。2025年7月22日，中国如意发布公告称，公司间接全资附属公司上海如意新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从上海万达网络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手中买下快钱金融服务有限公司30%的股份，交易对价2.4亿元，分3期支付。交易完成后，中国如意将成为快钱第一大股东，也就是王老板继续卖自己的资产。这是关于房企的新闻。从这些报道来看，虽然恒大暴雷已经4年多了，政府救市也救了4年，但是房企的日子并没有好起来。这个房企盼来了新政策，什么土地收除，对吧？这个房子收除，不过是再割一刀而已。这个中指研究院搞了个问卷调查，说租房时代真的来了吗？2025年全国租客问卷调查显示，集中式长租公寓租客普遍重视居住品质。具体来看，在公区配置设施方面，受访租客最期待的公区配置 TOP 5分别是阅览室、电竞游戏室、公共洗烘房、健身房、阴影室，以期满足日常清洁、休闲娱乐，提升自我个性化需求。在周边商业配套方面，35%以上的租客期待配置便利店、商超、宠物医院、药店、社区医院等。在社区活动方面，受访租客对宠物郊游、创意市集、派对舞会、手工活动、桌游剧本杀等活动较为期待，希望通过互动增强社区归属感。企业在项目设计中可适当融入宠物友好与社交元素，提升项目吸引力。关于租赁时代是否来临，咱们看一个视频。买房的时代彻底过去，欢迎大家进入住房租赁时代。来了，我又来了。最近呢，高层发布了一份全新的住房租赁条例。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人，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以前呢，之所以政策法律会更倾向于保护房东，其实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去买房子。但未来呢，则是鼓励大家去租房子。那自然政策法律的天平终于开始往租客这一端倾斜了。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将来再也不用掏进6个钱包才能获得安稳的居住权了。
租房在未来也将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从去年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出台了那么多次的房地产政策，市场也很难有起色，房子已经快要卖不出去了，土地市场呢也难以为继。相信高层也认清这个现实了，与其继续拉房地产，不如大力发展租赁市场。这个就是住房租赁条例之所以出台的根本原因。而这一次住房租赁条例呢，是由住建部负责监督管理的，规格非常之高，也是首次由国家层面针对住房租赁市场的专门行政法规。条例的内容很多，那和大家密切相关的，心情总结出来有2大看点。第一个呢是规避租房市场的乱象，哪怕到今天呢，我们的租房市场依旧是更加保护房东权益的。所谓的租售同权在过去一直不过是一句口号罢了，但未来要开始偏向租客了。比如这一次条例就明确了，房东无正当理由不得扣减押金，像之前江西提灯定损这样的乱象以后应该不会发生了。卫生间、地下储藏室等不得单独出租用于居住，等于说隔断房没有了。最后是出租人不得擅自进入租赁住房这些，当然我个人觉得还没有触碰到核心。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其他的发达国家是怎么规定的，比如德国呢就规定3年内旧合同的租金上涨幅度不能超过 20%， 签新合同的时候呢，涨价要是超过 50% 的话呢，就会被视为违法了。而且一般的房屋合同都是无限期的，租客可以提前几个月提出退租，但是呢，房东不允许主动收回房屋，除非租客拖欠租金，或者是房东本人要居住这种特殊情况。日本的情况呢也很类似，租房合同呢通常是2年1签，但如果到期了，租客他是有优先选择权的，可以继续选择续租或者退租。那如果房东想要解约的话，最少半年内和租客协商，同时规定了租客可以拒绝房东的无理由涨租，只要租客按时交租的话，那么房东就不可以驱赶租客。如果房东硬要收回房子的话，就得付好几百万日元的赔偿款了。还有包括美国等其他的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限制。那么以上的这些条款呢，我觉得我们以后也会一步一步的落实，并且逐渐和国际接轨的。第2大看点是备案和信息化。租房要交税，这个呢在未来肯定是无可避免的了。其实租房备案很早就已经实施了，但是对于个人出租一直没有强制执行。但是未来随着租房人群越来越多，这是一块特别大的蛋糕，税收也很可观，去作为土地财政的一个补偿。尤其是京税4期的全面落实，后面想要逃税的话就更难了。而且一旦全部备案之后呢，包括房屋的面积、市值、租金等等，全部都一目了然。以房租和房价的比例，也就是租售比为前提去征收房产税，那么就意味着房产税的征收又向前了一步了。中国人呢之所以喜欢买房子，不喜欢租房子，其实一切都是政策和利益导向的。在过去呢，我们的房屋租售比一直都低于 2%， 一线城市只有1点几。也就是说大城市的居民们非常愿意支付比租金更高的价格去购买房子。那这个是为了什么呢？除了房价上涨的预期之外，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租房会缺乏安全感，有可能随时就被房东给驱逐了。因此我们多花的这些买房钱，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在买一个安全感。所以为什么国外喜欢租房，我们喜欢买房，不是因为我们的观念落后，而是我们在房屋租赁上的很多权益得不到保障，让人不敢把自己的生活寄托在租来的房子上。大家算来算去，还是买房更划算，哪怕现在辛苦一点，哪怕背上几十年的债务也要去买。这个不是观念问题，而是现实的利益计算。那以前法律呢之所以会更倾向于房东，其实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去买房子。可是未来的趋势呢，则是鼓励大家去租房子，那自然而然，这也是一家之言。这个经济学家朱宁，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副院长朱宁在《经济大家说》栏目中表示，他说2024年初就预测未来房价会有 20%到 30% 的下降空间。他说，虽然去年9月以来有组合政策加持，市场进入了一个稳定期，但是最近几个月来，市场再次进入下行通道。这一观点已被过去1年半的市场走势初步验证，所以基本上还会延续去年的判断。经历过1年多的房价下跌，可能还有一定的下降空间。最关键的是，朱宁他说，住房是刚需这一常见提法存在根本性错误，买房从来就不是一种必需品驱动的行为。他说他从不认同刚需这个概念，经济学只讲有效需求，也就是你买得起房子才叫刚需，买不起房子不叫刚需。过去20年买房能够赚钱，能解决子女上学问题，才使得买房看似刚需，但这些附加条件改变，所谓刚需便不复存在。这个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所谓的刚需是被
是用来蒙蔽真相，就是掩盖真相的。当这个房价一个月比一个月高的时候，大家都去买房，把这个解释为刚需。当房价一个月比一个月低的时候，那怎么大家都不买房？你说刚需消失了，房价下跌，人也要睡觉，也要住，刚需怎么消失了？所以说，人家是通过租房一样可以解决住的问题啊，不一定非要买。决定买还是租，取决于大家对房子的未来预期，对吧？如果你认为房价，对吧，明年比今年低得多，你就是再大的刚需，你恐怕要忍。既然你能忍一年，等到明年的时候，如果你要预计后年的房价更低，那你恐怕还要再忍一年。你就这么忍下去，能叫刚需吗？这个祝宁说，虽然自2021年起，中国楼市开始进入调整期，但还未见底，企稳回升将在2027年左右。这个我倒是觉得企稳2027年有可能，回升呢，这个说法就值得商榷了。这一轮房地产的调整见底是大家都要见底的，但是回升那有很多地方它是回不了升了，它只能躺在那儿。只有个别的地方、个别地段稀缺型的房子，或者所谓的好房子，才有可能叫止跌回升。回升是什么意思？就是在那基础上还往上涨一涨。所以我觉得2027年如果说楼市稳住了，见底，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但是回升那永远只是北上广深什么一线城市或者是新一线城市的个别地区。你比如说上海现在很多也有日光盘了，那价格涨了好几年了，也没见它跌过，对吧？一直在上涨。同样的，你说鹤岗的房子，它还能往哪儿涨？很多4、5线城市的房子根本就只有住的功能，而且它量还大，供大于求，你还指望它回升，它怎么回升？今天还有一个新闻，这个字少事大，野马财经什么界面新闻，很多媒体都报道，7月29日，苹果中国官网显示，位于大连百年城的苹果商店将于今年8月9日20点停止营业。公司在一份声明中回应称，鉴于大连百年城购物中心内多家零售商的离开，我们决定8月9日关闭那里的零售店。从声明来看，苹果此番决策似乎更多是出于外部商业环境的变动。另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大连百年城购物中心自2022年以来一直卷入诉讼，到今年2月，大股东已全面掌控租赁和运营事务。购物中心内几家知名零售商，包括 UGG 等，在租约到期时关闭了他们的门店。什么意思？这个苹果大家都知道，它这个线下零售能力经常是门口排长队，就连苹果在那儿都干不下去了。这个至少反映线下实体经济已经惨不忍睹。或者我们换种说法，如果苹果在这个地方依然跟以前一样火爆，那它不会轻易动的。现在人家是把这个店关掉了，不是说换个地方，是关门。正好据说8月9号他们那个店到期，10年租约到期人家不续了，这个店就没了。这个也成为苹果在中国首家关停的直营店。2015年10月24日开业。所以我看这个新闻实际上反映的是咱们实体经济是江河日下。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对于商业综合体，对于像万达广场这样的卖场，你说他们的日子好过吗？连苹果在里面都干不下去。所以这就是王老板这么多年越救还陷得越深的原因。他500多家这个万达广场他不能造血，但凡那个500家里面有几家能赚钱的，早就被资本给买走了，顶走了。所以第一个，这商业地产叫惨不忍睹；第二个，也说明实体经济更是寒意连连。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这个楼市它怎么回升？能止跌就已经实属不易。最后我们再看看南方周末刊登一篇报道，这个报道咱们以前聊过，不过它报道的非常详细，非常煽情，我简单介绍一下。这南方周末的标题叫《消失的17个女友，留下的39套房子》。它的前言说的是，在这个时代，婚姻与房产纠缠的难解难分。一个人若在30岁未婚，在县城的父母眼中便是不孝；若无一套自己的房子，在婚恋市场便毫无竞争力。于是，城里的模具工、装空调的师傅、写代码的程序员，纷纷在完美女友出现之际，
签下一纸30年的房贷契约，以示诚意，但爱如飞鸟，女朋友说走就走，留下每月几千元的本息。39个婚房梦碎，39个沦为前任的男人成为邻居。说到这，大家恐怕已经知道了，就是发生在这个广东惠州，那房托为了卖房，不是以谈恋爱为名吗？甚至有的这个房托还自己出首付呢，为了把房子卖出去，可真是下本。这是房地产波动年代才会出现的故事。传统上人们称它为房托，但拨开房托的表象，故事有另一层含义。这些男人从乡镇挤进大城市，他们很现代，相信个人努力，提倡两性平等，他们又很传统，任凭结婚买房之类的礼教啃噬自己，他们申诉求助，四处碰壁，忍受嘲弄、奚落和威胁。他们遭遇轰动一时，但至今无解。南方周末专门做了一篇报道，非常详细，我就不去介绍了。南方周末的意思是一方面说明房子难卖，这个咱们已经说过了，同时另一方面也说明大龄男性恋爱难、结婚难，要不然也不至于这么容易就上当受骗。2024年春天结束前，李梦婷同时爱上2个男人，接着在秋天爱上第3个。这同时，他把男人们约到龙城万科里，任由1女3男的爱情发生在城市边缘的这片购物中心。3个男朋友工作分别是装空调、搞土木、切割模具。游弋在3个男人之间的李梦婷会用很多方式保护自己。她的自我介绍简洁明了，自己是幼儿园老师，江西人，有一个比自己小10岁的妹妹，父母在惠州生活，爷爷是老中医，真名也要保密。他告诉装空调的、搞土木的、切割模具的，说我叫李小英。3个男人的名字分别是朱志刚、赖春芳、卢海东。李梦婷统一称呼他们为宝宝。马上他有一个更大胆的举动，让宝宝做邻居。2024年5月底，朱志刚、赖春芳相继表白后，李梦婷告诉他们，他的姐姐买了九景台，就是这个楼盘。几个月后，他又告诉卢海东，他的姐姐房子买在了离九景台900米的浩逸善苑。他告诉男人们，小区太棒了，推荐他们来看看。3个男人都没见过李梦婷口中的姐姐，但都认识了姐姐的买房中介，分别叫罗昌远和杨昌文。2人交替着出现在石头树，3个男人被架在火上烤。如今九景台有了一个新名字，刘家雅苑。这个刘家是个人名字。刘家同样是以结婚为由，带着男人来中凯高新区买房的女人。这群男人不完全统计后发现，包括李梦婷、刘家在内，从2023年8月到2025年2月，17个女人让37个深圳来的男人分别购买了26套九景台和13套浩逸善苑的房子，中介都是罗昌远和杨昌文。你说这叫什么事？当房地产去化难碰上这个大龄剩男、结婚难，居然就这么完美的结合了。这些大龄剩男老婆没找着，房贷给背上了，这简直是双重打击，戴维斯双杀呀！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